梵蒂岡首席驅魔師阿摩特神父呢係邊學邊做嘅，嗰時派咗去羅馬，跟一個全職嘅驅魔師肯迪杜神父，嚟自一個苦難會嘅。咁嗰時有好多人呢都呢去到呢行到去呢羅馬揾佢哋呢驅魔嘅。咁佢就唔明啦，點解你哋要行到咁遠啊？唔喺自己堂區嗰度揾神父咩？因為佢哋都全部一致咁答，因為主教同神父都唔關心呢一類嘅事，而且因為佢哋呢真係唔相信驅魔嘅工作嘅必要性同埋個效益啊！但係咩原因都好，阿摩特神父深深喺祈禱之下，覺得佢嘅召叫係要為呢啲極端受苦嘅人服務，因為佢哋係唔受人了解，特別係佢嘅親人，意思係連最重要嘅就係神父、主教都係唔了解佢哋嘅。咁所以我喺度再次請求所有嘅信徒一齊祈禱，同埋一齊邀請周守仁書記、李亮神父同埋所有嘅神父都重視驅魔禮，支持。